客家话声调，OK， 跟国语一样，对不对？客家、普通话都有声调，对不对？比较短的那3个音，耶，低，好，低，那我要注什么？天就变田，西变习，花叶，炒饭，哪一个呢？啊，对了，奶奶也是客家人，你的阿太是客家人，你的阿婆她也是客家人，全部都是客家人。三条布，剪刀三条布，木竹，劈弓，下雁，再顺，哇，下雁，木竹。你要变成下雁，你先想好你要什么啊？下雁。逆弓，我输了，要我的弓。你在讲木竹吧？好，我输了。向，王餐，雅思起挪，40个古月，按胎，哎，完全吻合哎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白水，我今位爱小鸡，6小故事10里哦。大家好，我让主公听懂节目。我今日爱小鸡，6小故事森林。日式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通风，引入到日式宿舍地度，就必得到一尊係建筑本身嘅參嘅書香，然後榻榻米嘅鹹草香，參觀起來有特別嘅風味哦。好，你要上來，用自己的這個主播會放在這邊。大家好，我是傅悠悠，我今本日愛小嘅麥克風，它的聲音會最清楚。當你這樣的時候就沒有聲音了，就會很小。那小故事森林條白黑，就拉鬼小身上嘅受傷。既然要得你嘅歷史應該跟也係親子教育嘅特色文化故事館。希望透過教育民眾做得有新嘅想法，我哋要安排當多推廣嘅課程，來也為好翕相、好打卡，又唔是門票。希望開學